Hello，大家好，今日將會講下柏林影后、金馬獎影后，亦都得過金紫荊獎、影評學會大獎、金像獎等等嘅，哇！咁多個榮譽，咁呢個人係演藝界上面咧貢獻好大嘅。咁呢位就係蕭芳芳。喺我哋未講蕭芳芳之前，希望你哋點讚、留言同埋訂閱我個頻道，多謝你哋支持。話蕭芳芳已經橫跨呢個影視界幾十年噶咯喎，咁其實蕭芳芳就唔係話太老嘅啫，只不過佢係好細個就已經開始拍戲啦。咁蕭芳芳嘅成長過程係點樣嘅咧？咁我哋今日咧就講下蕭芳芳。蕭芳芳咧就原籍蘇州啊。蕭芳芳出身於一個中產嘅家庭，媽媽咧叫做盛豐慧，爸爸叫蕭迪鎮。爸爸係一個留學德國研究化工嘅學者嚟噶。喺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嘅時間咧，佢爸爸咧係出任中國實業銀行嘅常務董事啊。咁蕭芳芳咧2歲咧就隨住父母咧嚟到香港啦。不過佢爸爸冇幾耐就逝世啦，因此佢家境都非常之貧窮啊。大概係佢6歲嘅時間咧，就開始當上童星係幫補呢個家計噶啦。咁佢7歲嗰陣時候咧，佢接拍第一部電影，就叫做《小星女》。呢部電影咧，《小星女》咧就係1954年，而1955年咧，佢就拍呢個邵氏嘅梅姑。話嗰陣時梅姑呢部電影已經係新加坡係第2屆嘅東南亞影展最佳嘅女童星獎得到，而家改咗名叫亞洲影展蕭芳芳嗰陣時已經得到最佳女童星獎哇！當時聲名大噪。咁蕭芳芳咧仲同蝴蝶合作嘅一部電影叫做《虎兒流浪記》，係1960年嘅。咁大家都會識唱一首歌叫做《媽媽好》，世上只有媽媽好呢首歌咧就真係好多人都能夠耳熟能詳，又識唱噶啦。咁就係蕭芳芳主演嘅《虎兒流浪記》係影片中嘅一隻歌嚟嘅。嗱，我哋睇一睇呢個圖片啦。呢個畫面咧就係《虎兒流浪記》嘅蕭芳芳你睇下蕭芳芳唱世上只有媽媽好嗰陣時候係好細個。咁蕭芳芳繼續係做童星啦，咁拍過唔少嘅電影咁後期咧，蕭芳芳咧就拜京劇嘅武旦粉菊花為師傅佢曾經同陳寶珠同台嘅演出京劇嘅。嗱，我哋睇見蕭芳芳係好細個嗰陣時蕭芳芳嗰陣時好細個拍嘅電影，漸漸咧就變咗個青春少女。咁1960年嘅初期咧，蕭芳芳拍第一部嘅武俠片叫做《青城19俠》。咁當年咧就係1960年由於當時期咧就香港嘅電影哇火紅嘅年代咁蕭芳芳喺電影界咧拍咗唔少嘅作品後期佢拍嘅電影有好多武俠片就係《火燒紅蓮子》、《紅線女夜盜寶俠》、《玉面閻羅》、《聖火雄風》、《劫火紅蓮》、《雙鳳旗》、《如來神掌》、《路歲萬劍門》。哇！總共成200幾部嘅國語片同埋粵語片可以見到蕭芳芳咧好細個嗰時已經係拍好多部電影咁呢啲相咧大家都非常之認識噶，呢個就係七公主啦。咁1965年咧，馮素波、沈之華、陳寶珠、薛家燕、王愛明、馮寶寶同埋蕭芳芳就結義金蘭，
就係影壇嘅七公主。七公主嚇，大家認唔認得最高嗰個應該係蕭芳芳其中間嗰個。其中咧，阿蕭芳芳喺電影《玉面閻羅》之中咧，蕭芳芳第一次咧係做女主角嘅。咁由於個當年嘅大概1960幾年嘅時候咧，就好興嗰啲青春派嘅電影啊。咁喺1966年，蕭芳芳首部嘅玉女片咧叫做《少女心》，就開始打造佢青春少女嘅形象啊。話佢戲路非常之廣。咁咧同年咧，佢係有同陳寶珠合演嘅《彩色青春》。由於蕭芳芳童年嗰陣時係家貧啦嚇，即係冇乜點讀過書嘅。咁其實蕭芳芳一路以嚟咧都係好想去求學嘅喎。咁就係佢唔係甘於即係喺影壇度做一個女主角咁就滿足啦。蕭芳芳好中意咧讀書嘅。咁尤其是佢童年就係失學啦，就唔係好似普通嘅小朋友可以讀書啦。咁蕭芳芳咧係好想去讀書。蕭芳芳咧就排除萬難啦嚇，就喺1970年咧，蕭芳芳係暫別影壇啊，去外國讀書。佢當時喺1970年佢推咗8部嘅片約啊，咁就去美國讀書啊。咁佢講佢由於童年嗰陣時佢冇乜點讀過書噶嘛，所以英文程度又唔係咁好，又要去到美國讀書噃，咁咧就係好辛苦咧，佢先至得到呢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嘅傳媒系有呢個入學資格。咁其後咧，蕭芳芳非常之努力啊，佢講咧好多時都要查字典啊，好苦學嘅。蕭芳芳好勤奮嘅，咁佢結果咧就成為香港嘅第一位嘅學士香港明星啊，係留學畢業嘅。咁其後佢又翻嚟香港啦。1977年咧就佢改變咗形象，就係創造咗一個喜劇嘅女主角，就叫做林亞珍。話當時係紅遍咗電視界嚇。喺1975年嘅時候，女朋友呢部電影蕭芳芳主演獲得個金馬獎最佳女配角。80年咧，蕭芳芳同個張正寶係結婚嘅。咁張正寶咧由於被調到去澳洲工作蕭芳芳係跟隨住丈夫移居咧澳洲。其後佢哋咧就翻嚟香港，而蕭芳芳係繼續拍電影。咁蕭芳芳喺80年代哇，嗰個當時嘅電影業非常之興盛嘅年代嚟噶嘛。咁蕭芳芳咧係有呢個輝煌嘅成績。佢喺1988年咧，佢以不是冤家不聚頭係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而1995年咧，佢就憑《女人40》亦都獲得同一嘅殊榮。咁並且獲得香港電影金紫荊獎、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柏林影展銀熊獎同埋台灣金馬獎最佳女主角。同年呢，亦都係贏得亞洲電影人協會頒定嘅最高成就獎。嗱，我哋睇睇個畫面，呢個就係《女人40》呢部電影，我都睇咗幾次。咁其實主要就講中年嘅婦女喺香港好多時受到好多方面嘅壓力，就好似電影中《女人40》嘅蕭芳芳又要照顧老人痴呆症嘅老爺啦，咁又要照顧丈夫仔同埋工作方面又有壓力啦，因為而家科技又新進展啦。咁咧就係人哋老闆又請個年輕貌美嘅又識電腦嘅女職員自己受到好大嘅壓力工作嘅。咁呢個咧就係《女人40》呢部電影咧，非常之好睇嘅，即係寫實同埋係覺得蕭芳芳做得好好，即係
蕭芳芳俾人一個感覺就好親切嘅，即係你唔覺得佢係做戲，你覺得佢好似就係生活之中嘅一部分咁樣。咁如果講蕭芳芳，除咗講女人40，應該仲要講佢另一部電影啊，就係《虎洞門》。話睇呢個功架幾叻，真係以為係老官啊，粵劇老官，其實唔係啊，呢個就係蕭芳芳啊。大家睇下，呢個就係《虎洞門》嘅一啲劇照。呢部電影咧，蕭芳芳係喺亞太影展同埋台灣金馬獎係獲得最佳女主角獎。咁我哋可以見到蕭芳芳喺演出嘅成就啊！而喺1997年咧，蕭芳芳係獲得英女王頒呢個 MBE 勳銜同埋香港藝術家年獎。我哋繼續睇佢啲相。蕭芳芳無論做任何角色啊，正話剛才虎洞門下喺舞台上面反串啊，好多嘅電影都係好寫實嘅。嗱，呢個都係虎洞門，蕭芳芳笑得嚟好甜美。嗱，蕭芳芳反串，由於蕭芳芳咧童年咧就係已經有呢個耳疾噶啦，聽覺方面係唔係咁好啊，因為係遺傳嘅嚇。咁咧就係佢咧就係其實一路都受呢個耳患嘅困擾啊，身體健康都係唔係咁好啊。咁佢減少演出啦。2000年嘅時候咧，佢獲得呢個兒童心理學碩士學位。咁喺1998年嗰陣時候咧，佢係創立咗護苗基金，係積極宣傳係保護兒童免受性侵嘅訊息。而喺2009年，蕭芳芳獲得係第2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頒獎禮嘅終身成就獎。呢個獎係表揚蕭芳芳佢嘅才華、演藝嘅天賦同埋才華對香港電影嘅貢獻。蕭芳芳拍過好多部電影。你可以睇到當年完全係冇醫美啊，冇 P 圖，係一個係好純、好真嘅一啲面貌。你見到個輪廓啊、五官啊，好別致。咁佢拍過好多拍檔嘅電影啦，同好多張英啊呢度途中嘅就係。咁由於蕭芳芳嘅耳疾嘅問題都係一路都係困擾啊，咁咧就係，但係我哋知道咧，蕭芳芳雖然有耳疾嘅困擾咧，但係都好努力去爭取學習嘅機會。蕭芳芳嘅演技咧係受到各方咧同埋世界各地咧都認同嘅。除咗張曼玉係柏林影后之外啦，蕭芳芳係第2位啦，係柏林電影節之中嘅獲得嘅影后嘅華人演員嚇。咁蕭芳芳而家越嚟越耳疾咧，係令到佢係好困擾，但係咧都會好積極咁面對人生。咁要講一講蕭芳芳嘅情史啊。咁蕭芳芳咧就同謝賢當年嘅謝賢風流倜儻啦。喺1966年咧，謝賢同蕭芳芳係合作拍呢個電影啦。謝賢當然係見到蕭芳芳係一個多方面嘅才華嘅才女嚇。咁謝賢咧曾經係力追蕭芳芳嘅。咁蕭芳芳覺得大家嘅性格可能唔係好啱噃。咁佢哋分手拍咗拖1年咧就分咗手啦。咁其後咧就係1975年，蕭芳芳就同秦祥林大家認識然之後結婚。但係咧由於大家嘅性格或者生活嘅差距咁結果係1978年咧，蕭芳芳同秦祥林係離異嘅，大家離婚。
蕭芳芳其後咧就係同張正甫結婚啦。張正甫嘅人咧就係好踏實嘅，即係佢唔係好似其他嘅喺影圈裏邊嘅男士送花用呢啲追求攻勢。張正甫咧係一個香港嘅才子嚟嘅，佢唔需要送花，但係個人非常之踏實同埋真誠。咁咧就係蕭芳芳同張正甫結婚咧，大家有一個共同點咧，就係大家都追求呢個學問。張正甫咧就喺2010年咧係有一個博士學位嘅讀，咁而蕭芳芳咧就喺1998年咧5月咧，蕭芳芳當年係51歲啊，係喺美國完成呢個碩士學位。咁大家都係非常之有學問嘅知識分子啊！嗱，我哋睇一睇嗱，呢幅相咧就係家庭相，佢兩個女童年嗰陣時就係咁。咁蕭芳芳曾經拍過呢個林雅珍，我哋睇睇呢啲相咧都係好珍貴啊！蕭芳芳嘅拍林雅珍嘅一個劇照。嗱，蕭芳芳係好開心，因為佢讀到呢個係喺外國完成佢嘅學位嗰陣時。蕭芳芳係得到香港金像獎。蕭芳芳近年嘅對於政府提供一啲關於保護兒童嘅一啲資訊啦，同埋一啲建議啊。蕭芳芳仍然係推廣佢嘅護苗基金咁眨下眼，蕭芳芳已經重影多年。雖然而家咧係蕭芳芳係好少演出啦，但係咧蕭芳芳俾人嘅感覺咧係非常之坦率正面，咁個人咧係好善良同埋有高尚嘅品格。我哋睇見蕭芳芳，我哋覺得佢好高貴同埋有魅力、優雅、有氣質、修養，而且富有幽默感。通常好多時蕭芳芳咧講嘅說話都好有富有幽默感咁即使自己有耳患，但係都係積極咁面對人生。咁咧就係好多時都講一啲好風趣嘅說話啦。咁我哋可以見到蕭芳芳嘅愛心、善良、智慧、美貌同埋勇敢。歡迎你哋將你嘅意見寫喺 comment 度。如果你喜歡蕭芳芳邊部電影嘅，不妨將你嘅意見同大家分享。咁我哋下次再見，多謝各位，拜拜。